赚积分兑换东西。嘿，不错，小九很感兴趣。他现在账户上面显示有50积分，他看了一下，目前可以兑换的东西只有一些零嘴儿，分别有糖果，1个积分可以兑换20个糖果；泡面1个积分1包；可乐1个积分1瓶；螺蛳粉3个积分1袋。哎呀，小九看着上面的零嘴儿，口水直流。宿主，成为一个合格的村长必备条件之一是必须让村民吃饱饭，请宿主努力种出红薯。可是现在都不下雨，地都是干裂的，怎么种？小九用1个积分兑换了20颗各种各样动物包装的糖，手中立马就出现了20颗糖，拆出一个放进嘴里。好好吃